讲到乱世中基督徒的使命咱请曾牧师。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我要邀请咱按个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进入你的圣殿，我要恭敬听你的话。你的话要互阮明白，阮就是你的囝儿。伫这个邪僻险恶的世代，阮有一个基督徒的本分。阮的信，毋是干那只是宗教生活那点，阮的信就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将天国的福音来遍传伫黑暗的世代，互世间有光，万民通归向上帝的真道。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互阮每一个人拢伫你的至圣所领受你的话，做阮的尊敬，圣神帮助阮，直到阮一生的落尾。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今仔日的题目，乱世中基督徒的使命。那用圣经的话，腓立比书第2章，应该讲伫邪僻险恶的世代，基督徒应该爱做上帝无下处的囝儿，将生命的真道来表明出来。这是接续顶礼拜我甲咱做伙通过圣经的学习，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讲，就用耶稣基督的思想来做咱的思想，拢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我望天父上帝对你我讲话，因为咱做基督徒毋是干那家己好就好，咱做基督徒嘛毋是干那享受这个信仰，咱就得平安就够业。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伫逐所在传天国的福音的人，所以伊的奴仆、伊的学生，应该就是爱真心用咱的生活，将上帝国的福音来传予咱的社会，予咱的社会，因为耶稣基督所传的拯救，咱的社会得到改变。伫全世界逐所在拢是安尼。最近咱这几个月、4个月，将近4个月，咱常常看到报纸咧讲香港的消息，咱都常常咧看电影，因为香港离咱遐尔远，所以咱听到香港的教会、香港的兄弟姊妹、香港的人民因嚎叫的声，但是总是毋是咱的代志，毋是安尼。兄弟姊妹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兄弟姊妹，咱就要为着全世界属于上帝的囝儿，以及伊的教会来祈祷。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毋免惊，因为咱的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咧讲亚哈随鲁王，咧讲一个强权的政治家叫做哈曼，因怎样困着犹太人？但兄弟姊妹，咱斟酌一项真理，就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君王拢要灭亡，大山、小山拢要刷开，但是独独上帝永远做王，独独上帝的教会到永远。所以习大大伊糟蹋上帝教会毋好，伊甲10礼拜堂内底10条戒改做10语录。就亲像哈曼唔好，罗马帝国将耶稣钉伫12个顶冠，罗马帝国灭亡了后，反倒当耶稣的教会永远存在。兄弟姊妹，咱是信耶稣的人，咱的君王到永永远远。我佮讲一摆，咱的信仰毋是宗教生活，咱的信仰就是真理。真理活伫咱的内底，就亲像光，光若来，黑暗就离开，邪恶就要家己灭亡。我深深相信，所以无论外观的政权，伊若抵挡真理，伊家己会灭亡。所以兄弟姊妹毋免惊，
上帝是咱的保护者，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得到安慰，但是相时嘛得到鼓励。我要甲恁分享一个我已经29年对伫我身边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是一个长老，我称伊做我的老师，伊的名叫做林泽夫。你若想要了解这个人，我真欢喜你来找我，我泡咖啡请你。我甲你讲，我对伊学到的功课。这本册是一半伊的回忆录。29年前，伊甲我讲一个故事，伊讲伊去参观，毋是去参观，代表加拿大甲加拿大国会甲教会做伙去拜访中国的教会，伫上海，拄着上海的教会真要紧的主教，伊的名叫做丁光训。伫迄个交谈，伫迄个交陪，伫迄个建教的中间，林德富教授、林德富长老，台湾人，伊问即个主教问一句话，伊讲有一只教会的立场，若甲政府的立场有无共款的事？请问丁光训主教，你会采取什么种的立场？这个人受气，变面不爱甲伊回答。这是中国的教会，伫几十年来因所采取的立场。政府的立场就是教会的立场，恁想对吗？有时是对，但是无永远是对。兄弟姊妹，丁光训后来成做中国政权内底政协副主委，有大无？政协主席个落来，就是伊。这个人到一生的路尾，互人甲伊学了，伊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我替伊感觉艰苦，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就互耶稣讲：你是我至好的朋友，毋是互邪恶的政权讲你是阮邪恶政权的至好朋友。兄弟姊妹，我用真严肃的态度甲恁讲这个故事。我毋是要责备这个中国的教会的领导者，我是要甲咱兄弟姊妹提醒，有一日。咱的信仰甲这个世间的道理，若有冲突的时，兄弟姊妹，特别教会这青年，恁注意听。有一日，恁的父母互恁教会互恁的信仰，圣经所互恁的信仰，若甲恁所听到这个世间的道理有冲突的时，恁要徛伫对一个所在？丁光训已经死去啊！林德富教授最近中风，住伫台北荣总，这些人拢会过去。但是兄弟姊妹，上帝是永远的上帝，这项信仰咧甲咱讲什么？咱的信毋是干那一个宗教行为，咱的信就是一种的本质。我再讲一摆。咱的信仰就是一种生命的本质。我思故我在，我信故我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生命的本质。兄弟姊妹，你愿意用严肃的心来甲上帝讨讲？自对我开始到基督徒的迄一日开始，我脚所踏的路，我每一脚步拢要谨慎，遵照上帝你的话。愿天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就互耶稣甲咱讲：我所听的囝儿，你倒来，进入上帝的家，伫天国享受荣耀。较赢过，互这个世间的政权扑扑塌塌，出卖灵魂。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敢有互咱真正得到智慧？恁逐礼拜拢做认真来教会、交陪、读圣经、听讲道，拢感动。但兄弟姊妹，这个感动偌深。我做恁的兄弟，我这份是牧师。
我若无甲恁讲，我就有知会。但是我对咱兄弟姊妹讲，对心中的话就是，咱做伙亲像今仔日圣经内底哈曼，毋是哈曼，就是末底改甲迄个伊的表妹，因做伙伫拄着苦难的时，伊讲我要遵主所予我的使命，就算做会死，我嘛欢喜甘愿。主帮助咱对圣经的故事来得到鼓励，因为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题目讲，互圣经的故事成做我生命的故事，恁会记吗？迄是今年3月6个月前，互圣经的英文成做我的英文，互圣经的故事成做我的故事，互这个2500年前的故事，就是波斯帝国伊所发生伫波斯帝国真要荣华富贵的苏珊这个城，末底改犹太人因拄着强权的帝国对因的欺负，因勇敢徛起来讲话。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故事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明白，基督徒追求信仰，毋是干那求平安。咱的厝边常常，我想你我拢听过，逐种宗教拢共款，事实上是无共款。咱伫主的面前所领受的，毋是一个信仰求平安、添福寿的信仰尔，咱是对真理来做光明的警示，咱对耶稣基督救恩成做天父上帝的警示，咱对十字架来有一个使命。腓立比书第2章讲到，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伊的意思就是，你就要成做十字架的传人，不是丐帮的传人，是十字架的传人。所以十字架的活命成做咱的活命，十字架的权能成做咱的权能。所以无论这个世间的君王外权，拢袂当赢过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日所读的圣经腓立比书，伫后半段伊来讲起，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罗卜，处罗卜的形象，无滥用伊的特权。无掠家己做上帝的囝儿做骄傲，处罗卜的形象，这就是基督徒。兄弟姊妹，如果咱的人生中间若无一种的价值观念叫做服务，兄弟姊妹，请你用我讲一个较无礼貌的话，可能你也毋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存在的品格人生观，咱出世是要来服侍人。毋是要来互人服侍，因为这是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丁光训的耶稣，毋是我的耶稣。歹势我安尼讲可能足无礼貌。而丁光训的上帝，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正式的主席。兄弟姊妹，你的上帝敢是我的上帝？我的耶稣，敢是你的耶稣？阿们，是，咱的上帝拢共一个，只不过一个咱的智慧，甲咱的信仰，犹阁无完全共款的成色。主人民帮助咱，互咱亲像以斯帖，甲伊的堂哥还是表哥，嘛是伊的养父，因为以斯帖孤儿，伊的哥哥带伊大汉，栽培伊，上帝甲伊安排伫亚哈随鲁王。伫波斯帝国国王的边仔做相后皇后，伫迄个中间有真大的权能，所以上帝为着伊拯救的时刻，安置伊的查某囝伫一个政权的内底。这个查某囝真做拯救犹太人一个真要紧的女婢。2500年来，犹太人守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毋是啉普洱茶哦，普洱就是圣经内底犹太人的话，叫做 Purim。咱如果一个姊妹教会叫做富林教会，因就是普洱教会。普洱意思犹太人希伯来迄个希腊话，希伯来语叫做签抽签八卦的签。
上帝用这个祭旗世世代代要求犹太人当年守这个祭旗，为什么？伫恁苦难的时，上帝拯救恁，所以伫恁过这个信仰的礼拜甲祭旗的时，恁爱想到有人需要怜悯，这就是复活节的意思。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这就是救恩以真正的意思。求上帝将这个话解释给咱来听。亚哈随罗王过去啊，罗马帝国嘛已经无去啊，但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一代比一代更加兴旺，因为咱的上帝是创造万命、宇宙掌管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将这个阳光尊贵的态度放伫咱的内底，互咱知影咱的神超过任何的强权。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用上帝以永远存在的画面、永远存在的真理来起造每一间属于伊的名的教会。一个哲学家叫做黑格尔，伊讲一句历代以来真受人肯定的一句话，伊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对过去的悲剧永远无法度得到智慧。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个无法度伫历史顶端得到教训。永远的战争，和平无偌久就搁战争。黑格尔是啥物人？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呢，伊就是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伊最主要伊思想的铁律，就是一个理想性的铁律，唯心主义。伊所追求就是一个理想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宗教信仰，一个崇尚弱势的社会，应该人人平等受到照顾。但是无拍算黑格尔，伊所讲的话，不但无造就真侪祝福，反倒当后来社会主义互人误用，产生共产党的宗教信仰。所以社会主义伫共产党的手中，后来成做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无神论。但是兄弟姊妹，人无法度对历史甲经历得到教训，但是人有法度对真理甲上帝得到智慧。你同意吗？咱的南山解说咱的经验，独独只有这个画面的上帝。要互咱的经验真侪积极，这就是今仔日圣经讲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意思。主对恁讲话，互恁每一摆做礼拜的时，恁的生命得到改变。一年比一年更较有成色、尊贵的信仰；一代比一代目睭更较清楚、更较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宗教生活那点，咱的信仰就是互咱的生活加做福音的本质，互咱的亲人、咱的厝边来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用圣经来做三个祈祷，因为今仔日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是对顶礼拜咱读了后。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思想，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牧师用无共款的中文的翻译的版本读互恁听，最主要就是要唤起恁有更较深刻对圣经的认捌甲体会。和本的圣经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但是现代日本的圣经翻译讲，恁都要有一种的思想。什么种的思想？是耶稣的思想变做你的思想。林德夫长老伊所甲我分享这个去访问中国教会所拄到这个插心的故事，伊变做常常提醒我讲，我做一个牧师，我的立场是徛伫这个社会立场、世俗的立场、荣华富贵的立场，或者是徛伫迄个甲颂扬人做伙
青草的耶稣的立场一致。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嘴讲，因为你的生活比你讲的更较济。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所以第一个，我要甲兄弟姊妹对腓立比书第2章，咱甲上帝讨讲：主，我的人生要成做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主，我的人生除了迷茫以外，主，我的人生，我来到这个世间，一定有某一种的目的，毋是我的爸爸妈妈会当做，毋是我的老师会当做，毋是我的朋友会当做，是我个人我家己一生所应该做。我该合作伫乱世中间基督徒的使命。耶稣就是伫黑暗的世代对天降临，所以天使讲：“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恁会记得迄个圣诞节的故事吗？伫写表形役的世代，基督徒应该常常带人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这叫做用行动带来希望。本来我要搁摕另外一本册，但是我感觉我摕一本册来的太多了，因为那是赖清德写的一本册。伊写讲以行动带给台湾希望。兄弟姊妹，其实这是圣经的道理。几千年来，伫绝望的哈曼亚哈随鲁王的身边的犹太人，伫因绝望的时，无理解以斯帖，将上帝的拯救带到行到要死犹太人的中间。人也未讲话上帝的故事，就已经成做救恩的记号。兄弟姊妹，愿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成做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请听保罗所讲，耶稣描写耶稣故事的话。伊讲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家己地位遐尼悬来叫做抢夺。抢夺的意思叫做特权呐。意思我就是上帝的囝，说我有特权，我啥物代志拢会当安怎嘛？伊无。所以另外一个翻译我用括弧，那是现代译本。伊讲耶稣没有滥用上帝给他的特权，基督徒嘛应该珍惜伫信仰内底的自由、稳定甲权柄。基督徒唔通滥用滥散，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记者的上帝。耶稣反倒当处罗卜的形象，拼空家己。诚做人的样相，也即请注意想这句话。保罗所讲耶稣处人的形象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我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我无属这个世间。我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我是上帝的萝卜羊羔。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本分，我有我的品格，我有我的主张。兄弟姊妹，这嘛是耶稣甲我讲。甲恁讲，也即爱教你的囡仔，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行，带你的囡仔跪落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所讲的话无打折，伫恁的囡仔的思想意念的内底。因为敬畏上帝的话的人，伊要得到上帝的保守。主甲咱三个弟弟，因为咱的主耶稣留一个模样。伊讲，既然伊有人的形象，就谦卑屈给家己，顺服，甚至连要啉迄个杯，伊嘛讲主啊，若通，互迄个苦杯离开我。恁会记耶稣伫最后迄个晚餐了后，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又安尼祈祷，恁会记吗？总是无照我的意思，主啊，你若爱我啉这个十字架的杯，主较艰苦，我接受。这是十字架的使命。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计划对恁讲，然后恁伫上帝手中的计划内底，看到恁的使命，亲像以斯帖，伊看到迄个时机临到的时，伊深深知影，这个时机就是伊一生最后的这段，就是伊的各国他。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是为着某一种重要的关键的时间来出现。求天父上帝互咱
对上帝的话来得到智慧。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贵为丁光训全中国几啊千万的基督徒的教会领导者，伊无将这兄弟姊妹带到真理的上帝的面前，伊带这中国的教会顺服中国的政权。耶稣是牺牲，耶稣是服侍，耶稣是用伊的生命来换生命，用伊的生命来换生命。也是姊妹，咱的教会咧，咱对头一日祈祷讲，主啊，赏赐阮100个，什么拢无爱，敢若爱上帝；赏赐阮100个，什么拢唔惊，敢若惊上帝。这是咱的教会伫稀微破碎的时的祈祷。但是今仔日咱的教会已经有100个人啊。但是有几个人对这个祈祷讲阿们，真心的阿们。无人会当勉强你做基督徒，独独因为主耶稣的疼望着，咱出于欢喜甘愿。咱甲主讲，主我所有的拢是你的，你要摕倒去，你就摕倒去。主我伫遮，请你使用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信仰，兄弟姊妹，伫讲台顶悬讲道理较简单，但是伫生活中间落实咱的信仰的主张较困难。所以今日我要问咱一个问题，就是你我咱的信仰敢互咱超越正当的立场？你我咱的宗教信仰敢互咱超越族群的立场？你我咱的信仰敢互你超越你的利益？互你甘愿牺牲你的利益，但是互上帝的公义落实伫地上。或者咱敢愿意求主怜悯咱，用伊的信仰，用伊的真理提升咱徛伫石盘顶悬，然后守住圣信，互咱伫君王的面前，是袂讲毋是，毋是嘛袂讲是。求天父上帝守住咱的囡仔有警觉头。无任何的权力，互咱屈家讲迄个唯心论，出卖咱的灵魂。有着3万5万，韩国语讲3100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个社会险恶的世代，亲像以斯帖。以斯帖会个个甲伊讲，你毋通廖准讲，你点点无讲话，你就会当好康置身事外。伊讲，你若无讲话，上帝另外呼召人来完成伊拯救的工作。上帝要用咱是咱的福气，上帝要用咱是咱的阳光，毋是置身事外。这就是今仔日第2个功课甲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无做一个明哲保身、同流合污，伫弯曲社会的世代，又搁想要做基督徒，但是又搁荣华富贵，主怜悯帮助。因为今仔日圣经讲，咱伫弯曲背逆的世代，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今仔日的周报毋是牧师写的祈祷书，但是我要甲你分享，这个祈祷书是一个足严肃。伫第2次世界大战尾啊，德国的教会12个牧师因做伙写的祈祷书，然后因伫一个所在叫做斯图加特，斯图加特就是黑格尔出世的故乡。
这阵12个牧师因伫这个使徒家特这个城市内底，因做一个反省。伊讲主下面原因为阮伫过去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阮做了无够业，所以用着信仰反省的话来写一段的祈祷书。伊讲当德国希特勒因咧杀共产党的人的时，阮点点，因为阮毋是共产主义的人。后来德国的希特勒伊个杀迄个民主主义的人，阮嘛点点，因为阮就想讲信仰就替祈祷就好。后来希特勒为着政权的稳定，又搁杀德国的工会的人。我嘛点点，因为我们想讲，这就是战争的时间，国家为了安全，所以爱有特别不得已的代志。伊讲后来希特勒咧杀犹太人的事，我嘛点点。直到有一日，纳粹的这秘密军来掠阮去集中营的时，已经无人替阮讲话。兄弟姊妹，这个祈祷书咧讲，基督徒若伫邪恶的政权的下面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的罪。德国是一个真特别的国家，因为全世界上好的科学，因为全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直到今仔日，德国还阁是一个真特别的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的教会起源对莫拉维亚叫做金钱主义。莫拉维亚是捷克，捷克为了宗教改革，有一群人走来德国，然后来伫德国成立一个教会，叫做金钱主义教会。莫拉维亚伫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伫德国做伟大的传福音，全世界伫迄个时代车派上济的宣教师就是莫拉维亚教会因所车派。因讲真理毋是听来做知识，伊讲对阮的囡仔来讲，真理就是因的生活。德国因为保护这莫拉维亚的难民，所以德国受极大的祝福。直到今仔日，所听的兄弟姊妹，愿这个祈祷书帮助咱，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今仔日的圣经的话。以斯帖第4章14节，我理解甲以斯帖讲，这个关键的时间，你若点点沉默无讲话，上帝要对别个所在施行伊的拯救，带犹太人。我理解甲伊的妹妹讲，你竟毋知影，上帝今仔日互你这个社会地位，上帝互你这个影响力，就是伫这个关键的时间。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有一个真特别的时间，叫做 Kairos。圣经伫希腊语、伫新约的中间讲，上帝的日子就这个字，亲像开罗会议的开罗 ，Kairos， 伊的意思翻做咱中文叫做契机，契机就是关键的机会、关键的时间、关键的使命、关键的行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有亲像以斯帖用祈祷，我无要照例，我要用积极的行动来表明我的存在的使命，就算做牺牲我的性命，这嘛是我应该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叫做有使命的教会，亲像耶稣的教会，是服侍人的教会。咱的囡仔真受上帝祝福，因为咱的教会囡仔因是伫服侍中间大汉，恁同意吗？今仔日因为我昨咧呛遐个水，呛大鼎的时，无小心将一寡遐个树叶甲沙喷入来到咱的裤裆，我无注意，今日透早入来到礼拜堂，听要做礼拜之前，我看到一撮伫迄个门旁阿鲁米的迄个下骹门的下骹，我就用吸尘机去吸。今日要带敬拜赞美，这阵囡仔就听到吸尘机的声尔，这阵囡仔拢随
所以走去甲牧师讲：牧师，我能够做什么？上帝爱恁，牧师以你们为荣。兄弟姊妹，一个无愿意服侍人的人，就是一个也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服侍人，佮出于欢喜甘愿，无讲讨人情，伊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以斯帖，用上帝的话，用祈祷，甲上帝同工，去改变世界。使徒行传伫罗马帝国，互人使徒，互罗马帝国甲伊号做一个绰号，就是今仔日我写伫即个投影片的上下骹即段，英语的圣经翻作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汉文的圣经讲，迄个搅乱世界的人。基督徒本身就是用真理来挑战，互人悔改，互人反省，互社会改变。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亲像以斯帖，甲上帝同工，上帝拯救临到。后来，伊做一个吊台，本地要吊哈曼的，迄个人伊做一个要甲哈曼，就是莫底哈曼啦，哈曼做一个吊台，要甲莫底盖吊伫遐。结果后来，迄个吊高迄个台，成做哈曼伊家己吊伫迄个所在。所以犹太人到今仔日要阁守这个祭祀普尔节，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愿上帝祝福恁，一切改变对恁的家庭开始，互恁的家庭脱离悲剧的命运。真侪人去性命，拢是感觉因的命无好，对不对？今仔日上帝救恩临到咱的中间，上帝救恩临到咱的中间。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转邪恶为公义，转黑暗为光明。求天父上帝改变咱的家庭，咱永远守。伊讲守普尔节为永历，做礼拜嘛永远的礼，就是上帝的子儿条件敬拜上帝的时间。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应该上帝讲，犹太人守普尔节，阮守礼拜日；犹太人守普尔节。阮守圣主日，圣主日毋是礼拜，圣主日是子儿来领受老爸的疼的时间。圣主日是上帝的子儿都会到至圣的上帝，以圣洁的施恩宝座，使咱三个伫地，因为咱的生命有上帝圣神的帮助，上帝要使用咱。上帝对恁讲话，讲牧师讲无完全的讲道片。上帝继续对恁讲话，对这个礼拜结束，一直到后礼拜咱三见面。上帝继续甲恁讲话，互恁更较侪智慧，互恁更较侪的感动，互恁更较坚定，亲像以斯帖这种的决定。主听咱的教诲。愿咱亲像伊无下厝的子儿，腓立比书第2章15节讲，做上帝无缺点、无下厝的子儿，伫邪僻行恶的世代，亲像点着光台，伫主的面前，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愿一切荣光归咱的天父上帝，愿伊的权能稳定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宰耶和华，阮的天父上帝，阮听了你圣经的话，阮反省历代的年，祈求你怜悯阮的限制，开阮的目睭，互阮伫主你的扶持中间。一生行伫真道，无外错。主帮助阮的教会养育出来阮的囡仔，因为一生无跪拜君王，因为一生独只有敬拜迄个伫贫民窟、伫弱势中间传福
天国福音的主耶稣。祝福阮的教会，就是这种的教会，因为你是阮的主。阮安尼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